白板，即礼拜就是父亲节安尼，你敢有准备啥物礼物？无呢，阮兜拢是做伙食一顿青草的，还佫有食鸡卵糕。安尼哦，你会当唱歌互恁爸爸听？我是有听过一寡写互阿母的歌，敢有写互阿爸的歌？拜托诶，咱大家最近有咧放送，你拢无得听，合做爸爸威风。我要听，你唱互我听。叫我唱歌爱互我钱哦。是哦，安尼我互你4块好无？是安怎是4块？因为你4块，你才4块，恁全家拢4块啦，歪落个咧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。来听黑白板，黑白板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还佫有甲观众朋友写的批用台语念出来。毋是无爱录啊？因为我是4块，所以我要趁钱。笑啥啦？紧念批好无？好啦，开始啊哦！第一张批是台南的阿君写来的。黑白板好，我是阿君。8月份到啊，我想要写一张甲阮阿爸相关的批，佮有互伊的祝福。阮阿爸有5个兄弟姊妹，伊是万囝，就是上细汉的意思啦。较早听伊讲细汉的故事，伊讲因为厝内散赤，册读到高中尔，就去外口食头路啊。虽然阿爸无详细讲有做过啥，毋过进前看伊咧整理雨伞，开喙甲问：是安怎你的雨伞拢收甲遐尼水？阿爸就甲我讲：我较早捌提过雨伞，一工嘛收过10百支，这都是熟能生巧啦。我才知影，原来阿爸有做过这个工课，无怪伊嘛真够添物件。我的阿爸佫真爱饲动物，会记得国校时同学来阮兜耍，拢讲阮兜饲足侪动物，哪像是动物园。迄个时阵听着拢无感觉，即马回想起来，确实是有影。阮阿爸有饲过狗仔、鸟仔、鱼仔、兔仔、鸡仔、碰鼠等等，会使讲是天顶飞、涂骹走的、水内游的，伊拢有饲过，嘛会当感受到伊是真介意动物，凡事非常适合去动物园引头落泪。我嘛加减有受到伊的影响，因为我嘛饲过袂少动物，会记得国小的自然课，全班一人一只鸡仔囝，早转去厝饲。后来我家己佫饲过鸭仔，佫有替斗饲过鸟仔。看因慢慢大汉，实在是一件趣味的代志。讲到鸟仔，就想起一件代志，会当甲阮阿爸开，因为伊定定拢会去外口的树仔找鸟兽。有一摆共款出去找，结果煞互住伫遐的人掠准是贼仔，差一点仔就要报警。讲起来，真正是互人起爱笑。即马大汉离开厝，伫外口睡厝，无法度饲宠物。若转去厝，就看到阿爸规工咧无用伊的鸡仔甲鸟仔，看起来真欢喜的款。阮阿兄嘛咧饲动物，伊有咧饲龟，看伊休假就参后生做迄个无用，其实嘛是一种袂歹的生命教育。我的2个弟仔嘛真爱去草埔掠虫。认真讲起来，阮规家伙仔拢真爱饲动物啦。毋知影黑白板敢有饲过，也是听过啥物特别的宠物？父亲节要到啊！祝福阮爸爸永远快乐，伊饲的动物会当健康陪伊每一天。阿爸虽然平常时话较少，毋过伊拢会甲我关心。伊定定讲，你一个人住外口，身体爱照顾好好，有休假就爱较食转来。阿爸嘛真谦，一领假看伊穿10年，逐年买衫要互伊，伊拢讲旧年还袂穿，莫阁买啊。今年问伊有欠啥无？伊讲毋免开钱。阿爸，多谢你替我省一条。我知影你是毋甘我开钱，希望你一定爱健康哦。哎哟，天下的爸母拢是共款的啦，拢嘛毋甘囡仔开钱。对啊，所以我过年拢会包一包较大的红包，互因做补贴。真正诶，大概过年了后拢是落地啊地磅子。哇，安尼你比我佫较友好呢。阿君佫有问讲饲过啥物动物？有啊，我即马咧饲猫啊，而且佫是饲3只。你咧？我无呢。虽然我嘛想要饲，毋过细汉的时阵，阿母伊拢讲，
饲恁只贵个，我著饲袂回，哪有时间搁饲其他的动物啊？但是你即摆已经大汉啊，会当家己做决定啊。安尼讲嘛是啦，毋过我即马已经无即种想法啦，是安怎？因为真侪厝头家拢讲袂当饲动物，搁加上饲家己都无法啊。其实阮大囝仔拢毋捌食饱过，已经要10几年啊。喂，爱讲笑。无啦，一切拢需要缘分啦，无咧卡你足紧就变做饲囡仔。你乱讲。好啦，继续来念批。第二张批是中华阿月仔写来的批，我白边也阁有听众朋友大家好，真欢喜会当写批来甲大家开讲。这个月主题是父亲节的祝福，我想要来分享阮老母的爸爸，也就是阮外公的故事，互大家听。嘛顺续投放阮心内的思念。阮老母的后头厝伫咧山顶，伊嫁落来平地的所在，以早要回去的外公外妈因兜拢爱行山路。后来，阮囡仔就开始叫外公外妈号做山顶阿公甲山顶阿嬷。会记得山顶的厝要去老公的所在，遐有一个插腿，山顶阿嬷拢会买真济四手仔放伫遐。逐摆转去的时阵，我拢会走去遐找搭伞。行去的时阵，插腿就有声。下骹就是山顶阿公伫坐的位，伊拢会念讲，阁有鸟鼠来呀。讲了过无偌久，阿母就会拄走骹走出来甲我掠，甲我骂讲要食饭啊，莫阁食四手仔啦。等下阁袂食饭，毋过等伊走了后，我嘛是继续食。山顶阿公就哪笑哪念，但是看我食甲遐欢喜，伊嘛是伫边仔笑甲真欢喜。阁有另外一件印象上深的，就是山顶阿公伊会晓共收件。会记得是用一个专门伫收件的茶杯仔，用米滴伫内底，过来用一领专门的白衫绑绑底，刷落来就伫阮囡仔的头、肩胛头，阁有胸孔点几个啊。过来山顶阿公就会甲米摕去门口看，伊讲看米摆的方向，就知影讲囡仔是为虾米才来着惊。讲嘛奇，阮第二小妹常常喊面，暗时啊拢会骂骂吼，但是想惊转去迄天就袂哭哦，真正是足厉害的。也毋过真无彩，山顶阿公过身进前，无人甲即个功夫学起来。若无阮囝细汉的时阵，可能就真好困啊。会记得阿母捌讲过，当初时伊甲阿爸要结婚的时阵。山顶阿公原本是真反对，后来也是落软，互阮老母嫁过。但是煞牵阮爸爸去学做土水，因为阿公讲，安尼阿爸才有一个专长，通好饲家伙。嘛会使讲是用心计较，希望查某囝嫁过去了后袂吃苦。虽然后来也是过一段真艰苦的日子，也毋过无要紧啊。即摆阮家囡仔已经大汉啊。山顶阿公，你伫咧天顶做先看到的，应该拢是阮拢有友好阿母。请你放心，山顶阿公尾啊，即几年拢住伫疗养院甲病院，阿母是较少去甲伊看，因为厝内还阁有一个失智的阿公爱照顾以外，而且伊阁爱看三顿嘛是真无闲。但是我嘛知影，伊看愈济就愈毋甘，所以嘛不忍心去看。不离个会当顶来，我也是希望老母会当加去看山顶阿公一个，因为我知影无法度加照顾阿公是伊心内遗憾之一。嘛希望大家拢会当把握，也搁伫咧世间的时阵，好好的友好时代。嘛感谢小编甲听众朋友听我分享，努力。听到这个内容，就互我想起过身的阿嬷甲外妈，大家真正是爱把握甲因斗阵的时间啦。是啦，千金万金嘛买袂着时间，千万毋通等到时机过啊才来后悔。真的。毋过有一寡人就是安尼，拢嘛爱等到亲身体会才会当了解。是啊，若真正是安尼就敢若会当期待后世人的缘分啦。嘿啊，即礼拜就是父亲节，大家敢有要转去厝庆祝？应该是有啦，听讲高铁即摆嘛是有管制座位的数量啊。阮朋友讲伊是抽到要死要活。嘿啊，大家转去厝团圆是真好，毋过迄路途上也是爱注意防疫哦。伯伯，你即礼拜敢有要转去？有啊，阮兜桃园尔近近的。好啦，你家己爱细字哦。听众朋友嘛是共款哦。无错。那呢，今仔日的节目就到这，感谢大家收听。后礼拜请继续收听。恭喜第一台的 Podcast 节目，做伙来听黑白边，黑白边，多谢大家努力。
好啦，第一张批是台南的。8月份到啊，我想要写一张互甲，等下哦。我较早捌听过雨伞，一天嘛捌，等下哦。我较早捌听过雨伞。瞎讲。我较早捌听过雨伞。你的嘴是夹着啥物件？看因慢慢啊大汉，大汉。讲到鸟啊，就想起一件代志，会当甲阮阿爸开，有点操年代的感觉。因为伊定定拢会去外口的树仔找石，差一点啊就要报警。讲起来，宫崎骏。阮阿兄嘛有咧饲动物，毋知影黑白边敢有饲过，也是听过啥物特别的动物。佮加上我家己都要饲袂活。我讲